加州大學實驗室入邊咧，科學家第一次睇到意識真係可以改寫 DNA 嘅。20個普通人靜修7日，冥想33個鐘頭，抽血化驗發現免疫系統、新陳代謝、腦神經全部重啟咗。呢個唔係玄學，係刊登於 Communications Biology 嘅硬科學。喺研究團隊咧揾咗20位健康成年人參加為期1星期嘅身心靜修營啦，每日 lecture 冥想、集體療癒練習，加埋超過33個鐘頭嘅引導式 meditation。然後佢哋做咗一樣好少人做過嘅事，就係同時檢測大腦同血液入邊嘅分子變化。結果係點？腦神經可塑性提升，代謝系統重啟，免疫反應優化，痛覺舒緩機制啟動，全部有數據支撐。最震撼嘅係呢啲改變唔係慢慢累積，係短短7日之內系統性咁發生。負責研究嘅 UC San Diego 麻醉學教授 Himo Patel 講，冥想唔只係放鬆咁簡單，而係大腦重新定義佢同現實嘅互動方式。換句話講，你哋專注，你哋寧靜，你內心嘅狀態，身體一直都聽緊。我哋成日以為身體係物質，其實佢一直都係個 living system 喎。對意識敏感，對情緒有反應，對內在狀態會回應。冥想唔係宗教，係一種科學可證嘅神經訓練。真正嘅科技唔係征服世界，而係學識同內在對話，令意識成為療癒嘅起點。呢個時代最罕有嘅唔係資訊，係向內睇嘅勇氣。生活唔只係活着，更係要活得清醒。我係 Vanny，下次再同大家探世界。